你可没见过小王爷。放心吧，我那弟子啊，一会儿就回来。嗯，世子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多谢老天师照顾黄马儿。哎呀，我不是说过了吗？自家弟子那是应该的。老天师啊，这龙虎山和辉山一江之隔，您对辉山轩辕家应该挺熟吧？还行吧。哎，怎么了？他想拉轩辕家上自己家贼船。这轩辕家可是名门，还有啊，这天象境的老祖轩辕大盘，不会轻易的偷小北凉吧？不急，咱们就闲聊。哦，哎，聊什么呀？聊聊轩辕家有什么趣事。哎，这倒是有些。说来听听。你听它干什么？我马上就要回蜀地了，说不定有什么用呢。你就是想听八卦。夏虫不可语冰。蜀地？你刚才说什么蜀地？哦，她是西楚公主。哦啊，没事儿，咱们聊咱们的。世子，我好歹也是龙虎山的天师吧？你跟我说这个不打紧，您是黄门师傅，咱们自家人。哎呦，你就不怕把他抓起来呀？你抓吧。啊？曹长青跟着他呢。官司无敌曹长青。对啊，我家齐赵叔叔。得，咱们还是聊聊轩辕家那点破事儿吧。好呀。娘，你怎么回山了？老祖宗召我回山，是要让我入问鼎阁。若能得老祖真传，或许能让家族大权回到咱们大房一脉。你轩辕家的事，不用跟我说。若有一日，你真能掌控轩辕家大权，记得把我赶下山。你们终究是夫妻啊，娘求过你吗？好，你就不该回来的。我为什么不该回来？你被人瞧不起一辈子，什么都不敢争，这也随你。如今我有机会夺回咱们这一脉该得的，这你也要拦吗？轩辕大盘没想授予你真传。那老祖宗召我入问鼎阁是做什么？寻我聊天？他要与你双修。您是疯了吗？那是轩辕家老祖宗，是自家祖辈。轩辕大盘不是轩辕家的人。轩辕大潘不是轩辕家的人，这怎么可能？是真的，这老家伙啊，曾经是轩辕家的门客，之后入赘辉山。可他不是姓轩辕吗？入赘辉山的都要改姓轩辕，结果还成了轩辕家老祖。毕竟是入了天象境嘛。他入赘的事啊，从不外传，也只有我们这些老的还知道。那如今这轩辕家族都是他的后代了啊？那倒不是，他这一脉骨血呀，经过数年的江湖争斗之后，一个都没留下，全死光了。这是防着他呀。哎，那个时候他没入天象境，自然得忍着了。那他还留在轩辕家？谁说不是啊？后代死光了，他还心甘情愿的留在轩辕家族当这个老祖。
恐怕他自个儿真把自个儿啊当成了轩辕家一族了，啊！他在报复。也是世事无常，谁能想到，他能成就天象界，如今竟然还成了轩辕家的老祖。他早年受创，再没留下血脉，如今神功有成，他便有了传承自己血脉的机会。那为什么是我呀？他一直在等这一天，他要让轩辕家真正成为他的血脉。可他都这么老了，他是恨轩辕家的嫡亲血脉。怎么可能？说的都是真的？这件事情虽然隐秘，但是你二叔三叔都是知道的。那他们还让我回来？我是他们侄女啊！你为什么不告诉袁庭山，让他把真相告诉我不好吗？我告诉他了呀。什么？我爹不让我回山，总要有个理由吧？他没说。我把一切都告诉他，就是让他转达给你真相啊。为什么要瞒着我？你们轩辕家可够脏的。我要下山。你放心，我不会让清风走到这一步的。你能做什么？二叔，明日老祖见你，你不能走。你应该知道他要做什么。老祖心意，不可违抗。可我是你亲侄女啊。轩辕家不能没有天象镜，有老祖在，回山才有根基。所以把我献出去。双修之后，老祖就真的与轩辕家血脉相连。这回山传承数百年，不能断了前程。为了轩辕家，你不能走，有我在，你也走不了。都知道了。为什么不把真相告诉我？你不回山，我一辈子就是个门客。我进了问鼎阁，你就能信轩辕？我入赘回山，就能姓轩辕。我娶你，改姓轩辕。轩辕大盘再怎么也是天象境高人，不至于找个有夫之妇吧？袁庭山，别急，我知道你不喜欢我，没关系。成亲之后，你爱喜欢谁就喜欢谁，我可以不碰你。你到底要的是什么？要一个机会。我这样的人，在泥潭里滚一辈子，学的也都是二流刀法，真正绝学都在你们这些名门世家手里藏着。我只有进了轩辕，才有机会入问鼎阁，才有机会出人头地。轩辕大盘能成天象境，我为什么不行？笑话！你觉得我会答应你？你好好想想，要么给一个快入土的老头子添房，要么我给你这一丝脱难的机会。就一个晚上，别想太久。
听说你们家丫头要下山啊，被老二给拦住了。你没事也去劝劝她。轩辕家养了她这么多年，也是该回报家族的时候了。轩辕大盘没想着就此罢休，知道。那老家伙想要收了这一代所有的女娃，你们就这么认了？他是天象境，有他在，就有轩辕家不世威名。他满意了，就还是轩辕家老祖，轩辕家就还有传承。若失义理，何来传承啊？这话谁说的？书里读来的道理。你读书能读出天象境啊，大哥。清风入了老祖房门之后，你们大房一脉就没了依托。你那点人脉，从今以后就交到我的手上吧。我比老二有人情，不会太为难你。你等这一天等了很久吧？别让我为难。你若想不明白，我可以去跟嫂子谈。她那么瞧不上你，这些年过得也是辛苦。其实，读书也能读出天下境。哥，趁战，只收了这几颗。这孩子呀，天天守在山楂树旁，就等着摘给你吃呢。好吃，谢谢黄马。咦，怎么了？有意思。北凉世子，是我。长得确实像，形不过4、5，神似却有8、9。
阁下哪位？轩辕敬城。原来是伯父。您不是不会武功吗？怎么还飞过来了？我家有幅画像，你与画上的人相似。我没明白。我家画上那个人，与你却是息息相关，瞧你长相，确有神似之处。您说的是谁？看世姊妹玉肩，有王妃当年的风姿。闭嘴！二叔把下山所有的路都封死了，他们要把你献给老祖，怎么会让你下山？爹说的那些话，我本来还将信将疑，现在看来竟然都是真的。娘，你有下山的法子吗？我要是有法子，早就走。所以什么办法都没有了？北凉世子送你回山的。您的意思是，走徐凤年的路子？轩辕家的事他怎么管？他要是不想管，又怎么会送你这一程？根本没办法下山，我怎么求他呀？不帮你哥，不要，你大手没枪打仗。你怎么知道？是这么知道的。不打了。原来剑神的两袖青蛇，已经有了传人。被这小子用得一塌糊涂。骨子里是对的，世子心性耕耘乃是一时之选，假以时日，必定传承剑神的衣钵。哎，根骨比不过这小子。天生的金刚镜，非凡人能比呀。既然不是来打架的，就少说我娘闲话。不是闲话，是实话。你和你娘确实长得像。长得像跟你家画像有什么关系？不瞒你说，我家你那幅画像，画的就是你的母亲。你见过我娘？卓金见过，是他画的。等等，你家夫人怎么还给我娘画了画像啊？卓金当年与北凉王妃相遇时，可她做的是男装打扮。一直都不知道。等知道的时候，卓金已经对王妃情根深重了。可那已经知道不可能了呀。所以他将记忆里的人给画了下来。对他来说，他想留下的
只是记忆里让他心动的那个少年剑侠。所以他一直喜欢的都只是画中人。你想干嘛？轩辕大盘要和清风双修。轩辕大盘多大年纪了？已经100岁。他还要不要脸了？这事要传出去，有多少人看轩辕家笑话？轩辕大盘是天象境，谁敢笑话？只要武功高，就不必在乎礼义廉耻。可不就是这个道理？所以呢？你能不能下山，帮我给徐丰年带个话？不能。我还没说内容。就算北凉对轩辕家有兴趣，为什么一定要找你？徐家可以直接找你2叔3叔谈。徐丰年真的会为了你，去得罪一位天象境大高手？你只有一条路，连夜和我成亲，让我入赘轩辕。你一直等着这一天。如今灰山上，除了我，谁敢娶你？过了今晚，再没机会了。好，拜堂。晚上，这会儿会被人拦着。这轩辕大盘是想让轩辕一族的后代都变成自己的血脉，所以他想要的还不仅仅是你女儿。这种家伙，也是天象境大高手。武功境界跟人品没关系。敬城先生，你这次过来，不会是特地找我们说自家这点破事儿吧？我要杀了轩辕大盘。他可是天象境。20余年，我已经学尽了温鼎阁的秘籍功法。你有把握杀他？再等5年，我能杀他。可是已经没有时间了。这一战，无论胜败，我是活不成了。我不畏生死，但是心中终有挂念。你的妻女。我死之后，妻女下场如何，不得而知。幸好世子来了，天底下只有世子能救得了他们母女。我为何要救？轩辕大盘死后，我女儿将会接掌徽山，可她太年轻，需要时间扎稳根基。这段时间，世子可将清风作为牵线傀儡，掌控轩辕一族。从此以后，徽山一脉尽在北凉掌中。谁说北凉要徽山了？世子有什么顾虑吗？你还有2个弟弟，尤其是这个轩辕敬轩，掌控徽山多年，你女儿无依无靠的，就算有我撑腰，也未必斗得过他们。也有道理。哎呀，你们说了半天，我都听明白了。你不想把你女儿献给轩辕大盘，那用不着打打杀杀呀。你把女儿接上山来，嫁给世子，那不两全其美吗？是不是啊？轩辕大盘想要的，就没有得不到的。清风嫁不嫁人，他无所谓。要不这样，你们全家都投奔我们龙虎，他们是邻居，相互搭把手，帮个忙也方便，不是吗？龙虎山不行。怎么不行啊？我们龙虎出手，定能保你女儿安全。龙虎离徽山太近了，你们插手，轩辕家再无出头之日。就只有北凉？只有北凉。那你那2个弟弟怎么办？我先杀了轩辕敬轩。什么时候？这就上山。1个时辰之后，我将登上孤牛大港，和轩辕大盘决一死战。
轩辕进城，请北凉世子观战。我若不去呢？世子就是轩辕家的命数。这要真是有诚意啊，就应该把轩辕清风带过来当人质。哪有这么好的事儿？这家伙就是甩了个鱼饵过来。徐凤年终究是北凉世子，只要他在1个时辰之内登上灰山，就等于宣告天下，插手轩辕家族之变。等到时候要再想后退一步，可就难了。可是轩辕家族不和，这也是真的呀。何不静眼旁观，等有了结果再做打算？1个时辰之内我不上山，就错失了掌控轩辕的机会。上山有风险，不上怕遗憾。黄毛儿，你觉得我应不应该上山？哥想不想上山？想啊。其实灰山之行早就在我计划之中，如今轩辕大乱，更想亲眼看看。想就去啊。说得好，想就去。上山。世子，这碗可是惯例的，1个2文钱。娘，今晚我就成亲。你无路可走，大不了我一死了之。你舍得死吗？三叔，求您给我留条活路吧。你跟着老祖，高深武艺随你挑选。但我不愿意。谁让你生在轩辕家？嫂子，你可知道我大哥去哪儿了？他去哪儿与我何干？这些年啊，让你跟着大哥，真是委屈你了。我的这份心思，嫂子应该知道。三叔你，我那书呆子大哥哪懂得女人的心思啊？人心一生寂寞，我说的对吧，嫂子？放手！大人的事你别管。放开我娘！你别动他！世子，轩辕家门客众多，既然要上山，要不要把凤子营带上？我游览灰山，不管结果如何，都还要退路。要是把凤子营带上，性质就不同了。那怎么不让小王爷跟着？真动起手来，怕他收不住。明白没？你觉得要踏平这座山，需要多少人？已经足够了。长幼尊卑，以后可得记住了。嫂子，咱们聊咱们的。你想清楚后果。老祖宗传话，明日起，轩辕家主的位置就正式托付给我。从今往后，我不用赛后后。走。这时候走，还有什么资格管你叫娘？你要是再动手，我就打折你的手脚，亲自把你送到老祖宗房里。何苦呢？等等！我若不死，必将杀你。轩。大哥，你从小性子就着急了一点，有些事未到尘埃落定，就先别着急下定论。等什么尘埃啊？等你吗？轩辕大盘赐你丹药了，
你怎么知道？我瞧得出来。老祖宗赐我丹药天冲气海，如今我也是指玄境，也算是有资格做轩辕家主了。这般拔苗助长，实属无根之木，对武道长远有害无益的。那我还得谢谢你提醒啊！这般着急，会毁了轩辕家的。那要怎样啊？景轩，你现在离开辉山，退出家族，我留你性命。这么多年，你连这个院子都不敢进，我就是当着你的面，打断了你女儿的手脚，再要了嫂子，你能怎么样啊？天山上下，家族内外都脏透了，这雨下的也算是及时，正好洗得干净。我看你是彻底疯了，你居然敢！这个家族是该灭。二爷，有人看到三爷去了大房院子，起了争执。无可救药，眼里就只有这点破事。去看一眼。二爷，二爷，北凉世子徐丰年正在上山，巡山的门客请示，拦不拦？召集门客。是。原来你会瞒了我们这么多人。没瞒过，是你们看我只念书，便认定我是个废物。读书就能读出真气内力，差不多吧。终于要出手了，不破不立。辉山已经被轩辕大盘带上了一条岔路，今天就由我来拨乱反正，重归正途。好大的口气！论武学，你跟金玉加在一起都比不上我。那就把你的天赋拿出来瞧瞧。你是指玄，我便以指玄境杀你。这怎么可能？空有功夫，缺了心境，枉费了这拔苗助长的指玄境。景轩，你刚才这一掌，还比不过北凉世子那一刀惊艳。等等，大哥，我去和老祖禀报。轩辕家说，应该是你。我会杀了轩辕大盘的，家族复兴得留几条性命。我给过你选择。等等，大哥，我错了，大哥。我去和老祖禀报，轩辕家主应该是你，轩辕家主应该是你。死了。
好汹涌的江湖啊！自此而上，便是我轩辕家私宅。敢问世子因何上山？这儿离那老头的贼窝还有多远？不算太远，再往上走就是古牛架，那处有块平地，是为大雪坪，轩辕大盘就在那里。就瞧瞧这古牛将大雪坪的风景。李淳刚，世子，这是要马踏灰山吗？你看我带马了吗？古牛将，乃我轩辕一族老祖所在，不容外人涉足。下雨了。什么？有伞吗？借来用用。每年酿的一坛当归酒送过来，当真一口都没喝。忍到现在才敢出手。这酒确实不错，可以尝一尝。不是不敢，家族确实亏欠了轩辕大盘。本来这个老祖算是镇住了回山，可没想到他竟动了这样的心思。怎么？小人只是来通传消息，徐凤年已经到达山门，二爷率领众门客正在与其僵持。来了就好，你去吧。是。你把徐凤年带到古牛将，剩下的事情就交给我了。徐凤年要对轩辕大盘下手。清风，以后你娘就交给你照顾了。轩辕进城，你去哪里？古牛将，大雪坪，圣人有云：一屋不扫，何以扫天下？这陈年旧物，是应该要扫一扫了。您要动手，他是天象境。管他什么境，谁都不许动我女儿。这辈子娶你，我不后悔。伞可以给世子，还请世子返身下山。我今日要是想看风景，就必须看到。麻烦让路。这儿不是北凉，拦住！爹要跟天象境动手，徐凤年又怎么会上山？自然是为你请上山的。为我？轩辕大盘如果死了，凭你个人之力，无法接掌回山。前提是轩辕大盘死了。他若未死，你可以跟徐凤年下山。我要带他上古牛将。娘，您不上古牛将吗？不去了。万一爹真的杀了轩辕大盘，您不想亲眼看看吗？你忙你的吧，娘想一个人静一静。
人生当苦无妨，良人当归即好。我家世子要上山，烦请让路。我家世子要上山，烦请让路。你不出手吗？这小子想看风景，干我何事？我干嘛帮他？世子得罪了。停手！让他上山。这儿还轮不到你来决定。老祖下令，让徐凤年登古牛将。老祖让他上去。这种事儿我怎敢凭二说？让开！我来带路。走。终于走到这个地方了。轩辕进城，请老祖宗现身。轩辕大盘不知道我要上山吧？临时扯得谎。如果轩辕大盘死了，这谎就没人知道。那他要是没死呢？那就什么都结束了，谁还会在乎一些谎话的？哎，老头，哎，你觉得他身段好吗？好身养，比你强。有什么了不起？我还在长身体。没事，徐凤年不在乎。谁要他在乎啊？这么多年，倒是小瞧你了，是为你女儿来的。轩辕家近100年威望，全依仗老祖宗支撑。我代表轩辕一族，谢过老祖。你女儿就是谢礼。然而这条路走错了，错又怎样？轩辕进城求战。哈哈哈哈！进城读书可曾读到天地共鸣？你可知到哪一步才算是天象境？是否天象，一试便知。我倒要看看你能否熬过半招。跟谁动手？开始了，你觉得谁能赢？我当然希望我爹赢，但轩辕大盘是天象境高手，诸般武学无不精通，要赢他，谈何容易？我愿只身探昆仑。
竟真能凭心意改天下？只是凑巧撞上打雷天而已。要真能呼风唤雨，这天下就没旱灾涝灾了。反正我也不懂，前辈说什么就是什么。三爷死了，是轩辕敬城所杀。胡说八道！那书呆子人呢？上大雪坪了。不可能！李前辈，这轩辕大盘到底什么水准？当年窦建他输了，这以后我就不知道了。瞧着比当年长进了。那他爹呢？他爹山下条件还不是天象星。那岂不是输定了？境界未必能决定一切。轩辕大盘跟王仙芝都是天降境，人家一只手都能打赢他。那您呢？我一只手也行。这就是你的极限了吧？气行逆海，这一战，无论结果如何，你都已是必死之身了。还请老祖陪我同去。就凭你这投机取巧堆出来的天象镜，这怎么变3道了？快有结果了！生死胜败就在眼前了。真的是他！这要停了！老祖小心！成了！你不惜性命全力一击，又可曾伤得了我？
呵，你也来了，正好。等杀了他之后，再与剑神一战。既然天象境杀不了你，那么就再上一层。天象境再上一层，便是陆地神仙。连王先知都没到这境界，你怎上得了这一层？老祖，可曾听说过昙花？初开便败，刹那芳华。神仙，这境界说上就上吗？哎，他这是用自身气血为星柴，燃起星火，登临绝境。可就像他自己说的，初开便败，他的性命也到了最后一刻。这不可能，就算是不惜性命，也不可能真的达到陆地神仙之境啊！从善如登。虽难可达昆仑，老祖宗真的应该读一读那些被你视为无用的书。若不能明了事理天心，你一辈子都不能登临此境。你也配合我讲大道理？老祖还有什么遗言留给惠山？就算你现在是陆地神仙，又能活多久？只要我全力躲闪，你又怎么能杀我？到头来，还是我亲眼看着你不甘而亡。打不过就躲，这也太不要脸了吧！这是知进退。要是换做您呢？用剑之人，只进不退。这也行，还是用了天使。若真是陆地神仙，靠自身就能杀他，已经很了不起。你现在还能活多久啊？爹，等，我可以让清风做家主，我可以发誓永远不碰的。请老祖升天。
老祖离世，家族不可一日无主，如山重担，只有我来承担。来人，将这谋逆者的女儿拿下！等等！北凉徐凤年，愿借天意，主掌轩辕。抬走。是。夫人，轩辕大盘死了。他什么结果？大公子他以一己之力搏杀老魔头，同归于尽了。你是来投靠的？大公子说，他若战死，这锦囊交于夫人。世子，这是辉山，不是北凉。轩辕敬城欺师灭祖，罪不容恕。他的女儿怎能执掌辉山？就算撇开这不说，家族的诸般事宜，向来都是由我和老三共同打理，千头万绪，他如何接手？就算他站上了高位，族人又有几人信服？世子身份尊贵，有您在，自然能压得住一切波澜。可您又能守在辉山多久？他说的挺有道理啊。若我做了家主，也愿与北凉结为同盟。至于我这侄女，可以赠与世子。你家长辈都挺不要脸的。我二叔心性桀骜，如今轩辕大盘已死，我爹和三叔爷也离世，再也没人能压住他的野心。北凉与辉山相隔甚远，他一定会甩脱北凉控制，甚至会反身咬上一口。这样的盟友，你敢要吗？哼，你又能好到哪里去啊？他问你话呢。哎呀，这话不好回答呀。怎么说？这丫头要是说忠于北凉，轩辕家会不满；要说一心为家族，那徐凤年干嘛崩他？那不是选什么都错。
殿下也该想想，有朝一日，陆国和徐凤年，你们会怎么选？齐赵叔叔，话音音，别人听不见。你也听见了？好不容易找到你，曹长青能放心吗？这一路他都在。我轩辕清风发誓，若我执掌轩辕，必定竭尽所能，振兴家族，让轩辕家屹立不摇。大话谁都会说，你凭什么做到？我为家主后，问鼎阁将为全族开放，即便是门客也可入内研习武学。作为家主，太后们真的可以这样太后吗？我们也能研习武学了。振兴家族，只怕家族成了别人爪牙。如今轩辕大盘已死，辉山孤立无援，此时依附北凉，也可保轩辕家平安。但我于此发誓，轩辕不会永远做别人棋子。等下一代天象镜出现之前，轩辕家将会全力配合北凉行事。那要是有了新的天象镜呢？有了天象镜，条件再谈。实在。轩辕家主之位，可不是二位这么说话就能定的。到头来，还是要看家族中人心中意愿。诸位，若轩辕家由这么一位黄毛丫头来做主，岂不成了天下人的笑话？请各位扪心自问，谁更适合接掌轩辕？这还用选吗？长幼尊卑，常为一族之本。说得好，长幼尊卑。清风啊，你且听听，这才是人心所向。呀！要是说长幼尊卑，大公子才是嫡子长孙，大小姐名正言顺，正该是轩辕之主。轩辕敬义身死，恭请大小姐执掌轩辕。恭请大小姐执掌轩辕，恭请大小姐执掌轩辕。不是我，还能有谁？你爹不简单啊！雨停了。天变了。你刚才说什么？你没听清吗？轩辕敬城和轩辕大盘同归于尽。
轩辕清风将要执掌轩辕，你觉得他会怎么对你？不可能。相不相信都可以，可留给你做决定的时间不多了。厚葬二叔，大小姐放心，拿下袁庭山。是。父，是。相信吗？为什么来通知我？帮你啊，给你。都起来吧。我说话算话。从今后，轩辕族人皆可进问鼎阁研习武学。门客凡有功绩者，亦可入内。这下好。你真不怕将来有天才横空出世，鸠占鹊巢？非常时期，非常手段。我既然做了，就敢面对任何结果。有几分家主风范？先生是？哦，贱民不足挂齿。在下当年犯错，连累家人，是敬城兄救我全家性命，如此恩情，自当回报。我爹给我的。是。我也有。敬城兄说，轩辕大凡死后，若世子雪中送炭，这锦囊便交于世子。神机妙算啊！你不打开？世子还未回答，您想要什么？人多眼杂，要不单独聊？小姑娘，赏花呀！甜的。什么？我说这花里有蜜，尝起来是甜的。我小时候嘴馋，就总摘了吃。人家姑娘家都赏花惜花，你就想着吃。我命苦，就爱甜。是甜。哎，我爹最爱读书，这是他常坐的位子。他看书累了，就总爱望着这边的窗外。好像也没什么呀。是啊，这窗外不平江，无山色，也不知道他天天看的是什么。他心里想的，我从未明白过。做爹的
都是这个样子的，什么都自己安排，自己扛着，又不愿意说。大概是这样吧。写的什么？门客族人的性格喜好、生平际遇，大概是来把握人心的。大概准备了很久。徐凤年若贪念无穷，切勿相争，可投龙虎山。从此清明，你娘若不愿上坟，不必勉强。不能相濡以沫，便江湖相忘，一时幸事。打你出生，爹在桂花树下埋下一坛酒，1年1坛，至此23坛矣。私下取名女儿红，可好？莫怪爹唠叨。这些年，爹每年和你说话不过5、6句，心里攒了好些闲话，却不知从何说起。清风，爹最可惜的是瞧不见你成家生子。若有将来，孙子叫扶摇，孙女叫雅颂，可好？他们想学文就学文，想习武便习武，人生苦短，糊糊涂涂过一辈子，就很好。总好过爹这样，一生求而不得，愿憎相会。怕你生厌，不再多说。祝余岁安好，无病无灾。我明白了。从这窗外看过去，什么都没有，但一直往下去的方向，就是我和我娘的院子。给世子留的什么？你这个爹呀，辉山没落，世子若想取而代之，只求留小女一条性命。轩辕大盘府内奇珍秘籍，尽献世子。大雪屏上便是轩辕大盘的住处，世子可自便。我不要辉山财宝，也不要轩辕绝学，那就是要我。门外青鸟，论相貌不输于你，武艺远在你之上。虽然话不多，但是知情识趣，才智双绝。像这样的丫鬟，小爷我府上还有6、7个，我要你干嘛？
那请问世子，究竟想从轩辕家得到什么？你等我一下。真甜。多吃点。这个，春娘啊，来点。好东西。这个，干嘛？有事。您这是采蜜呢？挺甜的。前辈，您好歹是个剑神，别什么东西都往嘴里塞。来点吧。哎，来点吧。别客气，来点。我家丫鬟。不瞒你说，西楚公主。别瞎说。你想要人家帮忙，你的身份瞒不住。亡国公主，怎么帮？这几日她就要回西蜀，千里路遥，最快最安全的走法，就是走水路。把她安全送到，就是要你帮的第一个忙。我自己能走。曹长青虽然武功高，但终究不会照顾人。有他们家的船，你路上安心些。官子无敌曹长青，世子这是敲打我呢。聪明人，不用兜售船。世子只伞镇辉山，就是为了身边人，够用心的。没办法，我家丫头还欠我钱，不能出事儿。谁欠你钱了？这么多年吃喝不花钱吗？那你列个明细，我有钱还你。得算利息。不管你怎么算，我都认。北凉世子，西楚公主，这谁能想到？想到什么？没什么。世子何时用船？开口便是。等我下了龙虎山，就该走了。你还要登龙虎山？你是嫌自己命太长了吗？真要杀，我绕着走也要杀的。那就一言为定。世子还有什么要求？确实还有一件事儿，也要轩辕家帮忙，也是用船。又送人？不，这次是接人。哪位？不止一人，不止一处，会比较麻烦。天下水陆皆有轩辕，不管接谁，世子尽管开口。时机到了才能告知。怕我泄密？我准备的事儿，谋划太久，牵涉太广，只能放在这里。不到最后关头，谁也不会告诉我。就送到这儿吧，我们自己下山。真就这么走了？不然呢？留着吃饭吗？轩辕大盘收藏了不少奇珍异宝、武学秘籍。他的东西我不想碰，怕脏了手。这还有完没完？大老爷吩咐，若世子未入古牛将轩辕大盘宅院，这个锦囊就交付你。那我要是进去了呢？这我就不知道了。世子不负辉山，辉山必不负世子。我爹的话就是我的话。你爹这是要把他的武学心得传给我？世子应得的。
小爷不要。世子，轩辕敬城最后登临陆地神仙之境，他这本心得堪称神物啊！我有我自己的路走，何必学别人？心得留在灰山，世子随时可取。你们先走，我有话跟他说。走了走了。你也回避一下。是。你呀，你不用一句一句小心翼翼的，我就跟你明说了，就你这样要胸没胸，要屁股没屁股，还整天苦着一张脸，本世子对你没兴趣。把心塞回去，踏实办事儿，啊！走了，朋友，别送了。怎么了？问你个事儿。说。你来灰山到底是行侠仗义，还是早有预谋？灰山轩辕家族确实早就在我计划之中，但毕竟来灰山之前，不知轩辕家族中人品性如何，最后选择了帮轩辕清风，也是种必然吧。按你的意思，就是行侠仗义了。但行好事，莫问前程，但往往有的时候，行了好事，才会有好前程。哼，云里雾里。你借船还要干什么？我不是说了吗？不到最后时刻，谁也不告诉你。为了报仇。江宁啊，我也说不出为什么。这次灰山之行见到的种种，让我心里多了一丝害怕。怕什么？怕徐骁。你别蒙我了，这全天下的人都怕徐骁，除了你。说你怕他，我才不信。我是怕他老。小姐，大老爷吩咐，徐凤年若不接心得，这锦囊交给大小姐。徐凤年若不取心得，未来岁月必入天下，可谓灰山百年盟友。我爹究竟准备了多少锦囊？我这里只有这2枚。好料子，不便宜啊！是用私房钱准备的？这没交代。
可惜了那本心得了。没拿就好。啊，前辈此话怎讲？武学不是烩菜，越杂越好。你小子想讲他人道路啊，心境上倒是有几分两袖清蛇的味道啊。还有心境这么一说。我当时想的是，我把这册子拿了，那帮他的恩情不就扯平了吗？这么大个轩辕家，以后用得着啊。不过前辈这么一说，这心境上也说得通。看来我是武学奇才啊。哼。我知道了，他也给你留锦囊了。有些话或许当面说不出来，要借这个说与你听。一个字没有。其实也是，早就没什么话可说了。他以陆地神仙境界击杀轩辕大盘，又安排门客刺杀轩辕敬义，给我留下消息，叫我掌控家族客卿。辉山一袭旧尘，重获新生，全是他一人谋划，最后还不是死了？难道您现在还觉得他窝囊？不觉得我们错怪他、误会他了吗？北凉世子呢？对你有什么打算？若能做个王室侧妃，也未尝不可。辉山百年基业做嫁妆，也不委屈你。让娘失望了。世子可瞧不上辉山，也没打算要我。他现在不要，将来却未必。娘这是盼着把我卖出去。各取所需，还不是求人？人活一世，哪有不求人的？我想试试。不做王室侧妃，也不要紧。如今风雨飘摇，借北凉之势稳住辉山。好了，娘不多说了。你长大了，心里自有定数。我想在大雪坪上为父亲修墓。随你。你一点都不在意。他酿的酒不错，一杯贵酒入嘴去，两朵桃花脸上来。这是爹写的。他还说过，山上那株老桂，每到秋日，桂子如玉，容而不媚。这话就好似他为人处事。你现在才说他的好，不讽刺吗？娘有说过他不好吗？爹为我们读书20年，终于读成了这世上最隐忍的陆地神仙。你放心，爹耗费心神留下这局面，我拼死也要让辉山不倒。
晋城，不与你赌气了。你师傅人呢？他被叫上山了，出事儿了。龙虎山招我世子速速上路。龙虎有变，不知道的以为劝我赶紧死。既然赵前辈这么说了，那我让大家准备启程。龙虎山恭请世子上山观景。不用管他，我们走。我能走，黄马怎么办？龙虎山天师府天下第一门派，见识见识。哼，好大的头啊！哼，东西最好。怎么，这天师府要改商铺了？东西最好。东西最好，不是咱们写的，不是咱们写的。你们别跟着，我一个人上山。不行，黄马听话，哥上山谈事儿，你在这儿等我。那我等哥。世子出行，身边总要有个丫鬟陪着吧？不用，又不动手，真要动手的话，你们上去结果都一样。要不你这身份没法上山。嗯。哎，有时候我真搞不明白，你们俩我到底是欠了谁的？要不我陪你走一趟？多谢前辈。你怎么不把我留下来？前辈武功高，我留不住。你这不要脸的风范，快赶上你爹了！回前辈，家学渊源。行了，走吧，马上。你这一路算是走到终点了。到了龙虎山，我会自行离队，以个人身份救出小龙。回北凉后，我自会循军政请罪。上山。嗯。
掌门，赵熙团到了。你怎么不出门啊？闭个关。你闭关啊，还让我上山来呀？哎，是我请您上山商量大事儿。哦，单凭回山了。哎，大不大事先不说，门口那字儿怎么回事啊？啊，我才听掌门说了，是个小和尚写的。小和尚？对呀。前几日小和尚带了个小丫头，登山论法来的。两禅寺来的。小孩心性，论法在乎胜败，还赌了输赢啊。论输了吧？输了2场。让小一辈和他辩论，小和尚尚有几分慧根呐。小和尚是书画双全呐。哎，那为什么要写东西最好啊？东西是那小丫头的名字。哦，大脑袋呢？小和尚画自己，逗小丫头开心呐。有意思。那为什么不把它擦了呢？留着也好，让小一辈们有点羞耻心。哦。好了，论法之事暂且不提，咱们先商量正事。唉，我已多年不问世了，还特意把我召上山来，这该多大的事儿啊！也不算什么大事儿。哦，就是杀个皇子，再加个徐凤年。才下辉山要上龙虎，这一天可够忙的。前辈，这龙虎山不好上，更不好下。我先跟您交个底。这龙虎山呢，明面上就4大天师，掌门赵丹霞，辈分第一赵希义，还有一个常年驻守京城的赵丹平，再就是黄毛儿的师傅赵熙团赵老道。他们4个应该都不是天象境，但您也说过，境界未必代表战力，他们4个可能不弱于轩辕大盘。你跟我说这些干嘛？您也交个底，这4个一起上，您打得过吗？我干嘛跟他们打？那万一他们要害我呢？干嘛要害你？当然是为了天下平乱呀！平乱？可徐凤年一死，徐骁必然会马踏龙虎，北凉的铁骑谁抵得住啊？可以不用真死啊！什么叫不用真死啊？为了徐凤年一身大黄庭，将来徐骁身死，北凉必起内乱。徐骁已经安然离京，正在返回北凉的路上。既然朝廷都不动手，我们龙虎山何必要趟这个浑水啊？此乃国运之政，怎能畏首畏尾？这话是谁说的？当朝宰辅张居禄。这件事关系到黎阳朝未来的国运，你们龙虎山既然承受朝堂的好处，那就该为国尽忠。这是借刀杀人。所以我说了，只废大黄庭，可以留性命。我们龙虎山不是他张居禄的门客。您有没有想过，徐凤年一身大黄庭，传自武当，他若接掌北凉，武当必将趁势而起。我们只要防患于未然呐，事成之后，可以将这一切推到张居禄的身上，让他来承受徐骁的怒火。徐骁不是傻子，将来呀，这北凉必然成为我龙虎山的死敌。您可别忘了，
这徐龙相可是您的徒弟呀！哎，别动我徒弟啊！当然不动他，非但不动，而且还要好好教他。徐骁只有2个儿子，徐凤年一死，接掌北凉的只能是徐龙相。此事若成，宰府欠我龙虎的恩情，朝堂要赞我等的忠心，武当从此没落，北凉之主最终将是我龙虎门徒，这一石4鸟，必将成就我龙虎100年之计呀！掌门，该下决心了。我闭关，这些事儿你们商量。赵熙呢？也闭关呢。哎，我还是觉得徐凤年这事儿不妥呀。一时箭在弦上，不得不发了。你刚才说还要杀一个皇子，这是一个不为人知的私生子。不为人知？你怎么知道他叫什么名字？你到底是什么呀？赵凯，当朝皇族姓什么？也姓赵。就凭这个姓氏，你说我能不能给你前程？再看这边，有前辈在，还缺什么绝世功法？你到底想让我做什么？杀徐凤年。不能杀。是，不能杀。不过，毁他大皇庭总可以吧？徐凤年身边护卫不少，我打不过。没有让你打，你只要把他引到这里，自然有前辈亲自动手。为什么是我？徐凤年刚下灰山，你就跟他说轩辕清风另有阴谋，他绝对有兴趣。毕竟，他知道你曾是轩辕门客，之后你只要把他骗到这里，即可。徐凤年身边是李淳罡，旧日见神，不知还有当年几分神采。简直莫名其妙嘛！怎么？徐凤年要废，赵凯也要杀？赵凯要想挑起天下战乱，借其浑水摸鱼，此人是祸根，不能留。可终究是要杀一个皇子啊！可以推到徐凤年身上，更是异想天开呀！掌门，此事稍有不慎，我龙虎山便有颠覆之险，还需从长计议呀！当断则断，别再计较了。徐凤年已经到了府门之外，我亲自动手。你这是跟我商量吗？你早就准备好了。都叫我青瓷学师，只记得我手中笔，却忘了我也提剑。龙虎山怎么是这风格？这话看着眼熟啊！有请世子入府。这气氛可不太对啊！前辈，4天事你不怕吧？怎么没让江离陪你上山？我带他来有什么用啊？曹长青虽未露面，却始终护在江离左右啊。
你带江离上山，龙虎山若对你不利，江离不会袖手不管，那么曹长青也不得不出手。你那么聪明，这事应该看得明白吧？其实我不太聪明，这种事儿，我也不想扯上江离。徐凤年，怎么了？曹长青曾经提醒过江离，有朝一日，或许要在你跟楚国之间做个选择。他怎么选？不到那一刻，怕是答不出啊。也是。那么你呢？江宁和北凉，你怎么选？我为何要选？北凉郑国江宁西行，终究要对上。这人间黑白不明，对错难辨，哪来什么必选之决？我徐凤年不会让自己走到那一步。北凉和江宁，老子都要。走吧，前辈，进天师府逛逛。前辈，原来可以都要。前辈，你没事吧？多年前，我来过龙虎山。我听说过，您上龙虎山挑战当年掌门齐玄真。其实我是来找他要续命金丹的。救人？是。救成了吗？还没见到齐玄真，人就已经死了。那人对你很重要吧？怎么死的？被我亲手杀死的。他死了之后，我还是去见了齐玄真。我逼得齐玄真与我论剑，仿佛4个人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当时只讲了武道剑理，并未动手。可我却剑行大乱，输得彻彻底底，甚至境界都跌出了天下。之后下山与人交手，断了手臂。如今想来恍如隔世啊！要不是齐玄真乱我剑心，又何至于此？乱你剑心的，真的是齐玄真吗？当时如果认识你，知道人可以无赖到全都要，大概会不一样吧。对你很重要那人，你为何要杀他？是他想杀我，却又收了手。
她是我仇人之女，相遇之后却下不了手报仇，要么杀我，要么被我杀。她选择了后者，还挑了个好时机。怎样的时机？当时我的木马牛被王先知折断，他怕我坏了自信，选了这个时候与我交手，还死在我剑下。没听懂。当时他与我齐名，并列天下4大宗师。枪神王秀，福将洪甲，叶洪庭，丰都绿袍。是。他以为这样可以让我重燃斗志，是不是可笑？徐凤年，你跟江宁千万别走这么蠢的路。不如咱们打个赌。不管命运使然也罢，天意弄人也罢，我徐凤年总要选自己想走的路。赌注是什么？好好活着，看我疯狂！混蛋小子，走吧，前辈，陪你故地重游，再逛一次天师府。老天师，介绍一下。赵丹平见过李前辈。青瓷学士赵丹平赵道长，您怎么回来了？京城待得不顺心？李剑神当年一剑震天下，肆意洒脱，叫人神往。却不知，如今怎么成了北凉的护卫了？你是我儿子啊？既然不是我儿子，如今我想做什么，你管得着吗？哈哈，您说的也是啊。大黄庭，您认错人了，我不姓大，我姓徐，徐凤年。这真气也是难得，可惜了。可惜什么？恐怕再也见不到了。赵道长，这是要瞎？我可以不要你的性命，只要削去你这一身大黄庭，之后就可以放你下山。老天师，这是你们龙虎山的意思？掌门并未下令。赵丹平，你不可一意孤行啊！掌门闭关，些许小事，我来做主。我觉着不行。李前辈，这里可是龙虎山。刚才我在门口想明白了一件事，然后跟这小子打了个赌，我得看他未来的路怎么走，所以你不能动他。可你现在连剑都没有。谁说的？剑来！
李成刚重入陆地剑仙之境。陆地剑仙？他不是境界大跌了吗？不是连天象都不到了吗？怎么会成了陆地剑仙？剑神啊！不用把徐凤年再引过来了。若此刻与李成刚一战，无论胜败，总要换条命走。晚辈明白。你还有最后一个机会。武帝城。王先知曾经折断李成刚佩剑，怒马牛。如今李成刚重入剑仙境，到了武帝城，怕是要和王先知再战一场。到时徐凤年身边可没第二个剑神了。李剑神登临剑仙之境，可喜可贺。龙虎山从未想为难世子，今日之事，误会而已。你是哪个？出来说话！贫道赵丹霞，正在闭关，不便现身。原来是新一任的龙虎山掌门。误会。前辈，贫道只是好奇剑神如今的境界，才稍作试探，还望前辈见谅。你是龙虎4天师之一，虚名而已。这一代的天师还真是了不起啊！前辈谬赞。那我们走了。前辈，请便。走了，下山。老天师，好好照顾我弟弟，别欺负他，我脾气大。走了。前辈，还是把剑留下吧。您瞪着我干什么呀？这可不像你呀。这怎么不像我呀？按照你的脾气，就算他李淳刚重入陆地神仙之境，你也不会轻易的认输收手吧？张居禄让我动手，人家是当朝宰辅，没点场面，怎么交代呀？你真的就做个样子给他们看？不然呢？就像你说的，徐凤年要是出了事儿，北凉可不会罢休啊！我的剑在那儿。我先告辞。没人追过来，高手就得往前走，别回头，回头没气势。前辈您可以啊，重归陆地神仙之境啊。这王先知也不过是天象境，那您现在是天下第一了。境界是境界，能打归能打。一品高手4境界，金刚指玄天象，外加陆地神仙。真要是动起手来，比的还是武学成就，生死之战，
陆地神仙也未必能赢得过前3种，尤其是王仙芝啊，绝不能以境界论高低。那境界还有什么用啊？心境不同，领悟也不同，往前走的路自然也不同。走什么路？现在当然是下山的路了。那行，那不聊王仙芝，那里面呢？你刚才初见，能不能平趟龙虎山？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呐。龙虎山与那2禅寺南北对峙1000年，那是什么样的底蕴？天知道还藏了多少老家伙啊！小子，你要明白啊，这高手过招跟野牛打架是一个道理。什么野牛？野牛力大无穷，牛角尖锐，可互相之间打架，大部分就撞个2下，差不多分个高低，也就得了。您直接说刚才初见是唬人呗。天天生死斗，江湖上还能活下几个人呢？前辈，您都陆地神仙了，说话能不能带点仙气儿？能啊！这高手过招跟仙野牛打架其实是一个道理。行，道理我都领悟了，您别说了，听不下去。师叔，师叔。殿前试探，出乎意料，李崇刚已重回陆地神仙之境。即便如此，你还是想杀徐凤年？徐凤年不死，武当必将崛起。不过呢，他绝不能死在龙虎山，也不能让人觉得跟龙虎山有一点关系。徐骁的怒火，我们不接。天大的麻烦都扔在我头上。祖师功法通玄，形态重回少年，天下恐怕再也无人能认出您的身份。逼我下山。祖师，龙虎山未来100年气运，只能托付祖师。祖师，要是不麻烦，不如再多杀一个。还有谁？皇族那个私生子，赵凯。武帝城不是这边啊。你去武帝城有事？刚才钓鱼那前辈不是让我们去武帝城吗？要杀徐凤年，不是非要去武帝城的，关键就是一个李淳刚。你等等，钓鱼前辈说不杀他。轩辕家压箱底的绝学，哪里来的？我说过要给你绝学，说过的话怎能不算？老前辈不想杀徐凤年，是怕天下大乱，战事再起。你不怕？怕。可天下不乱，我怎么寻出路？我没有出路，怎么给你前程？袁庭山，你一辈子求的是个机会，可你要明白，不翻天覆地，哪来的改命之机呀？你若怕了，现在可以走。怎么过李淳刚那一关？我们等个朋友。等谁？谁能应付剑神？来了。
他追杀过我。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。凭什么？白帝抱朴诀。你怎么知道？我看过你出手。从你的身法掌法看，应该是南疆一脉。南疆武者，求诡多变，但若没有白帝抱朴诀，自刀兵中求本真，最后都会走火入魔的，对吗？不管你是想开宗立派也好，传承师门也罢，都避不开它。我可以给你。你们两个以后不准再乱跑了，特别是你，听到没有？小王爷，你有事？凤子营5点将军宁峨眉向小王爷请罪。末将想继续护送世子前行。你本来就该送啊！末将本是来跟随小王爷的。跟随我？小王爷天生神力，骁勇无双。末将本以为世子无能，所以觉得决心护住小王爷接掌北凉。那现在呢？现在，经过这一路以来，我觉得什么？我觉得世子或为明主。那很好啊，北凉本来就是我哥的，谁也不许抢。小王爷，就算我也不行。不用你对徐凤年出手的，不会让你为难。你要我做什么？我想见见李成刚。不敢当，不敢当。黄满儿就托付给老天师了。自家徒儿天下第一金贵，世子就放心吧。就凭老天师这句话，不论将来发生什么，我都会为龙虎留一线生机。哥，每棵树都爬了，这些最熟。哎呀，哥，山楂掉，山楂掉！哎。怎么没见到淑修？他没上船吗？没他。这不在这儿呢吗？你去哪儿了？闲逛啊。哎，看见魏前辈了吗？没见着。奇怪，他应该是没上船。或许找个地方睡觉去了吧。那我找人找一下。不用了。好了，好了，山楂好吃。你等等。金刚给你。可是他离开姐姐，会孤单吧？是家人就会重聚，好好保护他，等你回家。嗯。杀徐凤年和赵凯的事儿，掌门知道吗？
掌门闭关了。你胆子不小啊！辛苦祖师了。不辛苦，我也是求生。瞧着我返老还童，其实内里已油尽灯枯，死期不远了。祖师，怎会如此啊？要活下去，就只能飞升为仙。李淳刚和王献之若有一战，便是人间决定。或许便能借机敲开天门，寻得一线生机。祝祖师寻到飞升之路。我去也。祖师，您是打算暗中跟随吗？我打算上船，跟徐凤年一路同行。可是，怎么才能混上徐凤年的船呢？不要脸呗！你没留下。起来吧。北凉人有军礼，不下跪。世子，是我愚钝，你才是北凉的未来。等我先活着回北凉再说吧。世子，前方有船。好像也是轩辕家的船。我有事情跟这小子聊聊，你们都回仓房休息去啊！去。出来吧。事先说好的，我离开龙虎山，就是你西行之时。我记得。那就是你的船，江上换船，不会被人瞧见。嗯，挺好的。
黎阳立国以来，蜀地混乱不堪，汉军马匪蜂拥四起。这些人大多数是当年前往蜀地躲藏的楚人老兵。我知道。就算你是公主，要收服这些人到你的麾下也并不容易。楚国皇室当年的情分，到现在怕是已经磨灭殆尽了。有其赵叔叔，曹长青怕是不能日夜守在你身边，你自己小心。嗯。你要的第2艘船还有信鸽。魏舒阳跟我说了，信鸽就在货舱，若要传讯，记得多放几只，免得路上意外。行船的都是老手，只知道去西蜀，不知道他的身份。多谢。不用说谢，是辉山欠你的。接下来的事，我等你信鸽。听说令堂也过世了。他陪我爹去了，他们俩，我这辈子都没看懂。节哀。没有别的事，我先回山了。将来若是辉山有难，轩辕家可以来北凉避难。他和刚见面的时候不一样了，是改变人。我该过去了。老头儿，我走了。回头上西蜀找你。做什么？收徒。你不是都有他了吗？这小子用刀，你更适合接我剑道。再说吧，没想好吧？不急。
事儿办完了，我也过去了。多谢。都是世子的吩咐。天下，这么多年了，我还从没有想过会有机会重拾公主身份。且照实说，我们出发吧。我说错话了吗？是话还没说完呢。什么话还没有说完？他想怎样？你怎么过来了？给你的。你怎么把这个给我了？送你的。你疯了！这可是你娘的佩剑啊！曹先生，要不然我们到那边去看看。他们这一别，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见了。拿着。说好了，读书给钱。都好几天没读了。定金我定下次的。下次天知道什么时候？不管什么时候，我先定着。我现在是公主了，价要涨。翻倍，1字2文。那可以。你是不是也喜欢徐凤年？哪有这种事啊？毛快被勒死了。曹先生，这种事情不能乱说的。